这起家人有阿伯去渔港买汽水来青公市场，可能是修炼的关系。最近6港有181个人乌卡，敢若涨1港就30多个。地方总以涉案也卡在立法院，今年传出 T-Pass 通行过票，可能无经费通用，双北还佫桃园适用其他经费来搭。外送专法今日3读通过规定，一张订单上无爱45块，各界烦恼讲这个钱拢会走到消费者身躯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仔早起呢，有一个阿伯早起去到这家人的坎仔顶买鱼啊，所以因为身躯无爽快呢，就蹲到车顶休困。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真有可能是天气伤过寒来青公司。根据统计呢，类似这款的情形，到病院进前着乌卡的人数，最近6港就181个人，敢若涨1港就35个。另外呢，这天气温差真大，真侪人因兜的态度就规个碰起啊！我们要上去哪里？连岗。技术夜冲草山，经过冷水坑刷身体室温降到无法度骑车落山，这当卡以救化救。天气冷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所谓的低体温，加上这个血管可能又扩张之后又收缩，而造成所谓的血压上升，血压波动情况会变得更加剧烈。天气冷，注意穿较少的，尤其这几日温度继续降。消防署统计，看年的起到初5，患者因为来考疾病，到医前无喘气心跳，全台累计有181人，一日拢超过20人，初5比初4甚至加12人，一日就有35人。警消讲破车窗光出驾驶，同款是非创伤的紧急救护案。初6也阁发生，车内便发25岁透早去家人的坎仔顶鱼市买鱼，突然身体无爽快，伫车顶休困，也毋过过伤久无转去，亲友着急找人，方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亲像天气冷，雄雄死亡，也毋过确实死因有待赔清。疑似因身体不适返回车上休息，相关事发原因目前正由警方采证鉴识厘清。天气冷诱发的状况侪伫健康方面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过来有未少骑家的态度陆续出现扑起来甚至破裂的情况。2大关键因素，除了温度以外，有的是施工因素，变成这个瓷砖跟这个砂浆就粘不好，空气再去进入，空气、混凝土、砂浆的热膨胀系数又比瓷砖还大，就把瓷砖一带就造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应力产生。民间厝的态度造成灾害，都是发生碰撞现象。除了经过甲环境因素，专家分析，甲气温的转变，尤其变冷，也是一项主要原因。建议轻轻卡出来态度，只要听到空鼓音，就代表可能有各样爱提前做好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开始落南，台湾各地头是愈换愈冷。这气象署也指出讲，明仔载到拜六呢，会搁再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早暗温度是拢真低。这新特标历上界嘅温度恐惊只有5度尔。那这阵冷气团呢，算是较单冷的，所以早暗温差特别大，就要特别注意。拜二透早体感温度比拜一搁较寒，气象署讲，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天光的时上低温出现伫台南南西，只有8度尔。若其他的地区大部分拢有12度至14度左右，刷落来愈暗会愈寒，会一直寒到这礼拜6、初10。因为冷空气还在影响，所以整体上来说高温上升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其实白天的高温大概就是介在15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大概在20度左右的情形。但是到了入夜之后，都是一个比较明显偏冷的情况。那在9号、10号这2天呢，虽然冷气团是开始逐渐的减弱，但是因为辐射冷却效应还是相当的明显哦，所以在早晚其实气温上面还是比较偏低哦。气象署表示，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温度较低，但是也未到寒流的程度，所以这几天各地区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一直到拜六礼拜，受东北季风影响，遮方面的地区才会有雨水。那各地大致上就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到了10号之后呢，10号晚上之后，因为有下一股的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水汽稍微增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一个降雨几率有稍微增加哦。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因为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效应，
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会增大，未来一礼拜拢要设立深夜甲天光的低温，也提醒先得苗栗的地区要注意有可能会出现5度左右的低温。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新北市中和民乡街一间铁厝工厂在起7点外时阵发生火灾，虽然这火有拍花，不过一直青白烟出来。新北市环保局也提醒防备民众出门就要挂水暗，要若这窗仔门上好是关起来。环境部也讲，今仔日强烈大量热气团落南，经过污染物也拢吹到位，较到过敏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早起要8点，新北市议员区洪尧迄条工厂乌烟一直闻出来，还阁着火。出动时，新北市消防局派45台车、85个人去拍火。初步估计，炭烧的面积有400平方公尺。接到通报了后，无到1点钟，火就拍花。不过消防人员要继续伫咧找找那抢掉伫咧内底的人。CCTV 里面也没有看到他出来，那他的货车跟机车基本上还在现场。消防局表示，有找到失去联络的人，不过已经死亡。新北市环保局嘛赶紧提醒封卡的区域，包括永和、邦桥、土城，甚至是网家的民众，都要注意空气污染。若出门上好是挂喙暗，伫咧厝连窗仔门都要关好密。火拍花了后，空气品质应该会改善。在火灾当下，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个附近的空气品质微感气的数值有偏高一个趋势哦。那今天早上的气候条件的确是比较扩散不佳的一个状况。若是发生火灾的所在，空气品质歹，吹来强烈大流冷气团落南，内底有境外污染物。环境部指出，中国山东到上海迄颗粒仔，初3至初5出现霾害，这污染物会飞来台湾，致使咱的空气品质变歹，出现感冒色的提醒，敏感的族群都要特别注意。初期来讲的话，会先影响到北部，那随着冷气团的南下，会把这一批污染物往南部带，受到山脉的阻挡，它的风速会减弱，所以可能会持续跟本地的一起形成一个累积的情况。中国上海到山东 PM2.5的高度，差不多伫每立方公尺65至160微克之间；到台湾会降到40至60微克。估计爱到初8，境外影响才会豆豆改善，初9才会完全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台股大盘连续2天超过3万点，今仔日收伫咧3,576点。因若讲到这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705块，不过也出现讲含 AI 较无牵连的产业的股票表现是往无解股。根据了解呢，这证交所也打算要推出价值提升计划引入资金。台股大盘连续2天徛起3万点，初6开低走悬，开盘29,933点，收落来翻红继续起，中场收盘伫3,576点，起471点，比作下过3万点后定的第2天。电子款德股台积电同款变红，开盘1,645块了后，一路行悬，中场出现尾盘收伫1,705块，市值是达到44.21兆。机体持续在攻高以外，包含像是面板。群创、友达、彩晶，还有像矽晶圆、中美晶、合金、台盛科，这些也都开始不断的向上去做起涨，甚至说非常久没有涨到的成熟制程，外资部分的资金也开始慢慢的转向一些位阶比较低、那还在产业谷底的产业。观测市场包括机器人、网通、面板、记忆体等真侪族群走强，上市公司的股票起的是565间，落的是388间，成交量加计盘后是7,632.36亿，三大法人买超93.5亿，法人整体表现的无济，颠倒是用资金额，到前一天初5已经起到3,509亿，市场解脱一堆散户进攻台股。现在等于算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嘛？那新的工业革命就是把这个以前的这个制造业呢，现在都偏向于到电子业来了。不过，外界嘛关注台股出现失衡的现象，和 AI 题材无关系的个股是无起颠倒落。集团证交所嘛建议推出价值提升计划，甲营运和财务的体质好，本益比偏低，也是成交量无大的绩优股，推荐和国际投资人引入资金。我们的 K 型比他们严重，就是我们的这个贫富差距比他们拉得更大。电子业以外的产业啊，让它迅速的 AI 化提升它的生产力，
这是关键。台股的起势是真惊人，2天加起来就起超过1000点，财力升高金额嘛维持在7000亿以上，和菜股的8000亿比起来虽然小可减，但是同款维持在相对悬档的水准。专家经过投资市场恐惊有过热的疑虑，台股敢会当伫3万点徛好在同款有得利了结的风险，投资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入悬。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呢，这加币还有这资通讯产品，拢有厂商宣布要起价，连台湾银行每年生效的特别呢，也起到2450块，是有史以来上介贵的。有专家认为讲，这含这贵金属起价是有牵连，也认为讲，咱的台票一直在变强，有机会压制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伫杯仔内面倒浓缩咖啡，再个用小牛奶做的牛奶泡来优惠。连锁咖啡业者罗玉莎宣布讲，因用原料、工资含水电这营运成本大幅升起哩。即马开始大部分的饮品含餐食，拢总90个品项会调起5块以上，平均调幅差不多5%。可以啊，这差不多。现在物价都在上涨了，是没问题。我觉得5块可以，嘿嘿。如果10块以上，就可能会要点考虑。手提电脑嘛要起价，华硕宣布对1月初5开始，针对一寡产品做76成的价格调整。通道业者讲有收到电竞类基感款的商品会起15%到20%，但是目前嘛是维持原本的销售价格。业者分析，这波价格的调整主要和记忆体和硬碟欠货造成价格升起有关系。观察消费者嘛有机相关零组件未来有可能搁起，等到推升一波买起。配合年底的促销活动，然后在害怕之后会再继续上涨的前提下，买气应该至少2成以上了。即马开始开放预购的中央银行每年的纪念套币，嘛创继续新高的纪录，达到2450，毋但是比去年贵550，嘛打破这种套币过去上贵是达到2000的纪录。央行讲，因为银价当价拢起，每年套币的调起嘛是不得已的。疲弱的美元基本上会让所有的原物料跟大宗物资的价格上扬，当然就是给这个贵重金属一个涨势的推升力道。专家分析，虽然2026年同款爱面对关税无确定性，不过如果台票持续强势，有可能来抑制输入性的通膨。来自市场是消费股市创新高，暗算消费嘛会较热，服务类的通膨可能会当维持慢降的走势。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总预算案也靠在立法院，今年传出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可能是无经费通用啊。这公路局表示，讲目前无备案，如果1月底呢，20县市可能拢无经费。也若湘北桃园拍算用其他经费先来搭，不过高雄和台南是评估了后，家己的预算敢若会当搁再冻1个月尔。捷运列车进站，可以看到上下车的旅客是非常的多。其实大众运输呢，已经成为许多通勤族现在必备的交通工具。不过却传出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的经费可能面临断炊。还是会有吧。一般正常上班族可以就是不用负担那么庞大的那个通勤费用。有影响，都会搭捷运或火车，然后公车也有。那其实这样花下来是差到2倍有。大部分的使用者拢希望会当继续补助，虽然 T-Pass 经费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不过中央总预算案还阁伫立法院卡关。交通部公路局讲，目前并无备案，估计1月底除了金门、马祖以外，其他20个县市拢会受到影响。大概1个月之后，那如果说公路局的这个预算如果还没办法拨付的话，可能相对的各地方政府的一个经费的拨付，可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一个课题。T-Pass 使用的范围真宽，亲像捷运、客运、台铁等等大众运输拢包括在内。对通勤的人来讲，会当省袂少交通的开销。中央补助若长去，每个月会冲击差不多982000个 T-Pass 的使用者。袂少地方政府已经评估启动应变的机制，可能先以地方自筹款或者是订机票的收入来搭。我们在今年已经编了11亿元。面对中央预算迟迟没有下来，我们会先行动之，按照预算法。因为今年 T-Pass 又新开创了新的路线，而且又有新的这个组合，所以都不能够原力来办理。北北基桃市府会伫12开会讨论，台北市按算以去年剩的钱加上自筹款来运用，新北市、桃园市会先摊部分的款项。台中市强调讲，地方应该负担的部分，照目前的机制继续拨补予业者。也若分林县按算由县府来运用，
台南市甲高雄市预估暂时会当冻1个月，台东县至少会当冻到2月份，宜兰县预估靠县府恐惊敢会当支援到3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今日正式三读通过啊，包含爱用这算点钟薪水上计价1.25倍来计算，专法也定出讲一张订单上无爱有45块。不过外界也烦恼讲，这专法若准推动了后，这钱拢爱由这消费者来负担。外送员行甲真紧，要争取上短时间送餐。过去中外送员是同时间有几啊笔订单做伙送，却敢若摕到一笔外送费。即摆外送员的薪酬会正式受到保障。立法院初六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和外送平台管理法。外送员的权益都是靠着外送员的鲜血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我们真的非常的激动，我们争取了6年，总算有基本的这样子的法规可以过。外送专法拢总28条，重点放伫3大面向，除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强化资讯透明、交易的安全和正义的救济等等，对合作商家的权益，嘛明确写出费用和抽成。针对新制逐条订单基本的报酬，免得袂当比上价工资时薪的1.25倍搁较低。以2016年上价工资196块来算，换算做每分钟薪资4.1块，以这段时间平均11分来算，大条订单上价保障金额45块。当然会担心的，会叫还是会叫，就是减少那个次数而已。安全啊，各方面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笔费用，我觉得是值得给他们的。对订单上价保障 ，Uber Eats 台湾总经理李家英捌讲，现在上路恐惊和踏单的效益无去啊。另外一个店家是烦恼恐惊出现成本的转嫁。那也没办法，可能就要涨价吧。我们都有签合约，照理来说，他们要提高都要跟我们另外再签合约。对，所以那个是不用担心的。Uber Eats 回应讲尊重立法的流程，但是对外送员、商家、消费者产生连带影响。副片代表示讲会启动各项营运的模拟，而且持续和各方来沟通，因应有可能的产业变动和市场的冲击。重要的补充的一些规范的事项，我们也会在那个细则里面呢去明定。那我们会在这6个月当中呢，都赶快把这些执法全部准备就绪，完成拟定。劳动部强调，新法会伫公布了6个月施行，较紧会同交通部和经济部这相关部会，做伙完成施行细节和处罚的制定。过程中会征询平台业者、外送员工会和消费部团体的意见，帮助业者依法来调整营运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面对酒驾法危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宣布，对今年开始营养午餐拢免钱，包含台北市的公私立国小和国中。最上全台湾已经有一半的县市营养午餐是免费的，不过有一寡县市手头较按着无都免钱。亲像有新北市呢，有全台湾上介侪学生囡仔，因是认为讲由地方来负担，一年就要开46亿，希望这部分由中央来处理。囡仔伫座位上大喙食饭，食饱才有气来继续上课。全台各县市的营养午餐补助标准真无同，为着因应酒驾法的国安规矩，台北市自今年起，公私立国小甲国中的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我们透过全面免费，以营养午餐平均一餐60到70元估计，能直接减轻家长每年上万元的经济支出。那减轻家长经济负担，也由市府统一强化实在来管甲品质管控。家长乐观其成，校校表示，目前有公办营养师，未来结合市府监督，有效避免食安危机。如果说能够在营养午餐部分能够有免费的话，我觉得对家庭的也是蛮好的。每个月可以省下不少。对，老公应该很开心。有差吧？我觉得在处理上应该可以更到位啦，也比较更容易掌握到整个食材上面的源头的部分。核算全台各县市营养午餐已经有超过半数县市全面免费，以6都为例，包括台北市汤圆市全面免费，6都外是有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宜华东、甲离岛的平湖、金门、连江。另外，其他县市采取部分补助，针对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学生，中道等已经全部免费。以目前的这个营养午餐，大概要编到将近6亿元了哈。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财政是有一些负担。如果全面实施学校午餐免费，预估每年将再增加8.5亿元的支出，恐排挤我们台南市的教育资源，必须要再审慎评估。新北人均预算6都最低，中央未补助，每年46亿的支出恐排挤其他教育资源，因此希望全国一致，
中央编列经费统筹办理。全国上济学生的新北市有达到32.3万名学生。教育局表示，目前当年投入13.5亿经费补助。台中市教育局指出，若要推动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大约33亿外，市府会随时检讨精进相关政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县政府要伫个民间乡起一个粪扫焚化炉，地点一直有争议。今仔进行这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会议和自改环评前健康风险评估说明会，因为这自救会和环保团体拢来到现场抗议，批评县政府乌想作业审查不公平。一定要通过了，这是我被赋予的任务了。环保团体办行动局考试南投县府救援检裁判，硬要伫民间起焚化炉。七日环保局召开南投县焚化炉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会议，伫议定地新民村办自改环评进前健康风险评估说明会，引起环团甲自救会去现场抗议，因为空气污染会影响地的产业甲居民的健康。社区或者说整个民间乡。可以说都是农业乡，如果说这些农民他们的农产品受到污染以后，将来他们的生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时候都会往南风会往北吹，所以民间乡盖焚化炉不只是会影响我们松坡岭、彰化那一边的云林、斗六这边的空气，而且还会往北吹。环团公布焚化炉议定地附近红外线自动翕相机的影片，在去年12月底了后，今年1月初3佫翕到石虎出现，批评县府无顾生态，环评还未通过，就诚心兴办事业计划，违反环评法。民间乡的乡长批评县府唔予公所的代表入去焚化炉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会议，实在真无理。现场我的专员要进去因为我们不签名。不签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替南投县政府跟环保局来背书，说你这样子一个不合理的事业兴办计划，那我的专员呢就被警察请出场。环保局表示，会议敢若针对兴办事业土地变更的审查，不是开发的行为，并无违反环评法的规定。若民间乡公所的代表无签到，甲提供证件表明身份，敢若会当请伊离开。评估到底会不会造成致癌跟非致癌的风险？那我们原则上评估结果一定要是属于非致癌的风险，然后我们才会继续后续的开发。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说明我们怎么样来执行我们健康风险评估的内容。那实际的结果还会在环评的报告书里面会呈现。环保局长李义书强调讲，健康风险评估执行的方式透过说明会公开，结果若是无致癌的风险，才会开发。相关的结果嘛会列入去环评的报告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岛溪乡有一只乌熊走来到部落偷食鸡，已经被野放2届啊，同款是死刑5届。这林保署花莲分署呢决定讲，若准搁再甲当着，就无要甲伊野放，切割甲这只乌熊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安置。不过学者是认为讲，这款的方式治标无治本。对人啊来走出来回归山拿，这只红号名做阿里曼西肯的港熊，去年7月2摆野放，伊在今年10月和去年3月2摆入青岛溪乡，拢入去饲禽场来食鸡。虽然野放到深山嘛是互人城出来，顶个月中伊佫一摆出现伫山里部落，互族人是真惊吓，结果伊着安全特殊的限制红抓着。部落有人就抓到了，安心的去上班的上班。去上的上。空袭机是搭载关播音的冲天炮，去到阿里曼日时拢踮伫遐的山壁树哪对伊来做驱离。真正抓到伊的时阵，嘛对伊采用电击设备进行负面制约，不过伊嘛是拢搁走转来。林保署伫举行专家会议了评估，若是搁抓到，就袂搁野放。伫7月尾暗已经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安置。民众其实会恐慌，会害怕说，真的哪一天他会不会伤害到人？抓到之后又放回去，他可能他的习性还是一样。还是会再去侵扰。当地研究乌熊的学者黄美秀嘛指出讲，最近几年居民主动通报，管理单位嘛拍拼来处理，但是这摆抓熊恐惊嘛无代表解决主要的问题。乌熊会真接一直出现，代表讲有声到伊的所在。要防到熊持续出现，就要靠精进的管理策略，包括加强教育，而且提出更较好的防治布局。
100个人有90个人都守法，都有设电围篱，都有弄好，然后有10户没有。可是熊就从你这10户就已经养成坏习惯了，要有一套全盘性的来布局，应该要怎么做？日本变做国内第一只真健康，所以主要事件未国甲野放的乌熊。林保署表示讲，会尽量提供上符合动物福利的生活空间。但是黄美秀认为讲，生活伫空旷像哪的乌熊送去动物园来安置，都敢若是甲关起来坐家，对熊来讲，并不是一个真好的结局。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农业处的这个动物收容中心照顾的动物有800款。这农业处讲呢，这个特殊宠物或者是动物经过14天的公告，若准无主人来甲因带倒转去，就会开放领养。不过领养进程呢，民众拢爱先评估过。民众奥多麦豆豆徛来到派出所头前，后面佫对一只乌色的动物，原地大家拢叫是迄是一只乌狗，斟酌甲看，竟然是一只山羊啊！民众看见伫路里乱扫惊危险，就一路甲靠来派出所。警局就通报动保科嘛，然后动保科人员就送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就先照养着，然后就等饲主来认领，或者是如果没人认领的话，就是开放领养。这只山羊奉送来屏东动物之家的收容中心，日子过甲真好。农业处表示，一般人认为收容所拢是收容猫啊、狗啊，不过这真正是大项有兔啊、鸭，最近才送来一只酷鱼菇类，依照嘛捌受过洗手刑，来到收容中心的动物，拢会受到妥善的照顾。若是等无主人来领，都会开放认养。那我们都会在网络上面公告14天来开放给民众认养。那只要是涉及屏东县的，那符合我们的认养评估之后呢，都可以到我们动物之家来把动物带回去。动物跟我们人一样，都是有感知的生命。那我们也希望说，政府的法规上能够跟上，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非保育类动物或非野生的非本土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法规去管制任何的繁衍、贩卖跟养殖，那也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问题。其实，伫全国收容系统内底，嘛当看到其他县市有被背刺、大肚丁、鹦哥、孔雀等等的特殊动物在等人认养。民众想要饲这特殊动物伴，上好爱想好清楚。农业处也呼吁，无论是要来饲，还是要认养，一定爱家己当做一条生命来对待，唔通无下心机，就黑白等遐角。记者柯明哲、柯家族、柯超勇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早起呢，亲身接见欧洲议会今年头一个访问团，感谢欧洲议会遐尼侪年来通过真侪项优待决议，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另外，去互中国制裁禁止入境中国的这个日本参议员赵平，中途带到台湾咯。伊强调讲，踏到台湾国土，就代表讲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无共的国家，而且伊搁再强调讲，这台湾绝对唔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小姐问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受到印太战略智库邀请来台湾参加研讨会，初六中昼到上山机场了后发表谈话，对来到台湾是真欢喜。那么我今天能够顺利的进入台湾的国籍，进入中华民国的国籍，这就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赵平伫中国出世，1988年去日本留学，了后无偌久，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所以决定离开中国。2007年规划日本，摕到日本的国籍。去年7月份当选参议员，而且伫9月去互中国制裁。赵平下晡嘛去日台交流协会，甲驻台代表见面。会前受访的时阵，讲到针对台湾有代志，日本敢是要出兵的议题，赵平嘛做出回应。日本会不会帮忙？因为是日本政府。那个时候怎么判断？我不能打保票说什么了。但是我是希望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能够帮助台湾。而且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在日本的国会中呼吁，就是说日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为了深化国际交流，总统赖清德接见由欧洲议会优待小组主席开了带领的欧洲议会议员团。总统致辞的时阵，嘛感谢欧洲议会这年来通过真侪项优待的决议，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面对中国威权主义长期的军事威胁、灰色地带侵扰以及外交经济胁迫等复合式挑战，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认，那就是除了再次印证和平靠实力的铁律。We hav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latest
belligerent and aggressive posture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practiced a week ago around Taiwan. 凯勒嘛强调讲，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以尊严通过，展现自由航行的事实。同时嘛，传达唔接受任何各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林宜景进前表示，讲要提案修正《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改做是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关系条例，有超过20个立委联署。昨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就讲，这林宜景已经主动提案了。不过林宜景伫咧面前表示，讲根本就还未成案，批评哪赢伫遐生话。民进党立委林宜景顶日伫面册有告会提案修《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三读原条文中国家统一前顶一样，得到超过20位立委联署。也不过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采我透露，林宜景主动提案，也不过林宜景透过面册回应，无成案按照提案批哪样左摇。那昨天林宜景委员也对外清楚的说明，这个议案其实也还没有正式的列案啦，所以也没有撤案之说。任何的议案在未成案前，甚至成案后，都势必要经过充分讨论的民主程序。林宜景拜一透露，法案上新进度有望有同仁想要联署，也不过因为法案牵涉范围大，真侪条文，爱地的变动也需要时间。也不过罗志强接期拜一就到技术处确认，上案登记簿的记录虽然放擦掉，有望当看出相关的字。佮较反问林宜景，什么时阵个上案？它的图的那个袋子涂上去，你知道大家知道立可带涂上去是不会看不到哦。那如果林宜景还要否认的话，那没关系，欢迎他提告。你已经20个人联署，其实人数已经够啦。那你的两国条例要不要再送出来？现在虽然是偷偷的这个撤案，可是来讲，这对民进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请民进党好好想一想，人民要你做什么，不要只有每天都在意识形态上面打转。不要每天只有在抗中保台，在抗中的同时又不保台。其实类似的两华条例修法证据，不是头一摆。民进党立委蔡依夫伫2020年也捌提案，三度国家统一的前样。迄当时修正案伫立法院一头通过了后，交付内政委员会审查最后，蔡依夫家己退回提案，讲时间点伤危险，有义务避免台海局势失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香港这个货柜轮中年黄埔行早起8点外，对基隆港驶向台中港，经过新北石门外海，却唔知是什么款的原因，船顶27个空货柜人落海底。海巡署的这巡防艇伫咧富贵甲外海发现3卡，目前也搁伫咧找。交通部航港局已经请这船公司明仔载下班进前提供处理计划，限因限期处理。新北石门的富贵角外海，海面上有货柜浮浮沉沉，原来是有货柜轮航行经过，因为不明原因造成船顶货柜落海。海巡署协部派出巡防艇赶去现场，发现有3个漂流的货柜。交通部航港局协部遂发出警告，提起附近作业时准货轮避开。中联黄埔总吨位为8306，在航经富贵角北方海域时，因不明原因导致货柜落海，要其相关单位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厘清案发经过及货柜落海的原因。根据航港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案发真正中联黄埔是香港这个货柜轮，透早为基隆港航向台中港，这只船固定航行伫两岸，包括广东的港口香港加基隆、台中、高雄港。船方通报落海27个空货柜，已经要求船公司限期拆卸，下班进前提供大陆计划。就是大家都走在航道上，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啊，避免就是船经过的时候会去碰撞到，也会造成这个不安全的这个状况啊。那尤其是夜间视线不好的话，万一渔船到，那还很危险啊。那这件货柜落海案件影响海峡航行安全。3日前，一只停伫高雄角外海的北流籍货船，船身不明原因伫水起起，船顶也有大量的空货柜落海，造成高雄港紧急封闭。那里面如果没有货物，或者是有货物，它是没有危害的，没有立即的危害，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海洋的垃圾，装载的是一些化学物质或有毒的物质，如果没有办法打捞上来，
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污染的来源。虽然中联黄埔是空废水落海，也毋过生态学者指出，那废水中存在是有毒还是化学物品，沉到水中，就会成做海洋的污染来源，一直顾袂着，更加会造成继续性的污染，对海洋生态造成重大伤害。所以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要求船公司爱向附近沿海国家也是地区参船者的注册当局报告废水落海碰见情况，以利掌握后手的处理动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这个产业拢需要渔工来甲咱斗相共，为着要扩大国家对国家的直接聘雇服务，印尼渔工本地就开放制造业、机构看护甲农业。今仔日的劳动部呢是宣布讲，要搁再开放营造业、屠宰业甲海洋渔业，挺好透过呢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来请渔工，挺好省这中人费用，劳资双方直接沟通，建立信任基础。台湾请移工来自越南、泰国、菲律宾甲印尼4个国家，为着要替雇主甲移工省钱，也提高自主性，劳动部也有推出以国家对国家的直接聘雇。随着劳动部宣布扩大直聘印尼移工的服务，原本敢若开放制造业、机构看护甲农业，伫这个基础顶悬，阁要来开放营造业、屠宰业，也有海洋渔业，可以有效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中介的这个费用。强化选工的一个透明度，雇主可以向直聘中心提出招工的一个需求，来源国再依照这个需求招募需求人数大约3到5倍的人数，再由雇主可以透过这个书面也好、视讯也好，或者是亲赴海外来选工。免透过中人会当减省一寡中人的费用。有民团指出，民众透过直接聘雇中心请看护移工，虽然有较紧，不过若发生劳资争议，也是人来才发现无适合，若无通随解约，中心嘛无像中人公司有调解功能，家庭雇主嘛无像企业有发布人资的专业，定伫咧调解的时较弱势，嘛呼吁劳动部上无伫法律上应当保障雇主的权益，和移工落实工作契约。我们起码要求移工履行工作契约。如果在还没有连线到达就决定要转换工种的时候，那移工要赔偿雇主，你要换雇主了可以啊，你先回国重新申请。你不能大开方便之门，可是你却没有任何的管理功能。劳动部回应讲，若是违法的，依法来废除聘雇，要求移工出境。另外，劳资争议调解是地方劳动机关的权责，只要双方同意停止工作契约，就会废除聘雇，嘛同意雇主搁找别个移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疾管署表示，2015年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有477例确定病例，是这9年来新高，是以30岁到39岁男性占上多。疾管署也提醒讲，这传染方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受污染的食食，另外一种是无安全的性行为。若准严重者，可能会有急性的肝衰竭。A 型肝炎本土病例创9档新高，疾管署拜二公布，2025年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累计447例本土病例，创下9档新高，而且以男性上多，拢总占82.8%，年岁占以30岁至39岁占上多，20至29岁第2多。疾管署指出，病例大多数和无安全的性行为有关系。比方说，我这个人我是带病毒的。然后我的病毒会从粪便里面排出来，但是在过程当中，也许就会沾染到或者身体上面或者手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干净，所以如果说有亲密接触的时候，即便是手的接触也会传播。疾管署指出 ，A 型肝炎主要是透过粪口传播，而且伊按作期真长，有15天至50天，伫咧无症头的时就传染的风险。常常出现的症头包括发烧、规身躯无爽快、唔痛等等。若是得到 A 型肝炎并发急性肝衰竭，就可能真严重。目前 A 型肝炎其实并没有特效药，如果发生猛暴性肝炎的时候，只能用支持性疗法。那这个致死率其实不是很高，不过呢，这些不良的症状，
跟对肝脏的影响都是对未来是不是很好的事情。疾管署指出，有效降低 A 型肝炎的传播，上主要的就是注疫苗。若是注两剂疫苗，保护力会当达到20档以上。另外，针对流感的部分，顶礼拜拢总增加11例流感并发重症，5例死亡。疾管署预估1月中过后就进入流行期，而且伫咧过年期间会上严重，提醒民众爱提早注意风险。感冒了后，若是出现喘气困难、胸腔痛的情形，就要赶紧去医生看，避免变重症。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中华大村昨暗有一个富人人骑乌托邦去弄到树仔，规个人是卡伫咧树仔顶。警消赶到现场，人已经重伤乌卡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撞到边仔树仔顶，有一位负责人就安尼倒头栽卡伫咧顶悬。8日暗时6点外，伫中华大川乡东美路甲山卡路79巷附近，一位姓黄的负责人骑乌托邦经过遮，毋知影什么原因，先家己去弄到路边的树仔，规个人则佫倒头栽卡伫咧准高边的树仔顶。黄姓女子骑乘一部普通重机车沿东美路北往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发生自撞路树后，黄女跌落锅具旁的树上。警消接到报案，出动2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甲6个消防人员赶去现场处理，利用吊钩救人。但是这位负责人伤势严重，人已经乌卡，遂送去病院急救。那我们到了之后，马上利用拐摇车吊臂，那将人下放，并用三角巾吊带及男士担架，那将稳固，然后再拉上岸。然后再交由救护车送医。到院时成为欧卡状态，那经急救回来之后，经检查发现有脾脏破裂，还有左侧的6到12根的肋骨骨折，以及血胸，另外还有左大腿的开放性骨折。这位受伤的负责人先送去关林基督教病院急救，再搁转移去中基，但是因为伤势伤过严重，人嘛是救无回来。详细车祸原因也搁需要等待警方调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新竹县体育馆的厝顶当咧装太阳能板，煞有人看到这工人无绑安全锁啊。县政府认为讲这厂商已经违规了，要求因停工也着爱罚钱。工人行伫八楼悬的厝顶施工，手头阁摕着太阳能板。详细看身躯顶疑似无绑任何安全锁啊，看起来实在足危险。这是新竹县体育馆最近当咧进行太阳能工事，影片流出来了后，施工人员赶紧出面澄清，讲是民众误解。我们拿东西有时候这个太阳能板单手，因为当然重量不会很重啦，可是这边新竹的风还是有，所以要2手搬着，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就是挂在那个我们那个安全绳的上面。那如果说我把绳子放在铺好的太阳能板上面，它就看得到了。不过，新竹县府知影了后，有去了解，确认当时工人无绑安全锁啊，在咧施工，已经要求停工，并依法对厂商进行裁罚。县府正在进行体育馆屋顶的太阳能光电工程，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厂商立即停工。后续我们也会依照契约，将施工厂商依照劳基法移送相关单位进行裁罚。根据规定，伫2公尺悬以上的所在作业，为着施工人员的安全，拢应该要做好安全保护，还有安全网啊，也是安全锁啊等措施。若无，就是违反治安法相关规定，会互人处罚。新竹县府呼吁施工单位千万唔通为着一时方便就疏忽去，请雇主一定要落实职业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的凤山溪接受到污染，这水利局表示讲，污染源呢有9成是民生的垃圾水，1成是事业的废弃水。当地有5万多户的家庭废水还未接管，调机关指出讲，去年敢若接4000户尔，这进度伤过慢啊。高雄凤山溪破坏路附近大多数拢是徛家，因为家庭废水也未接管排入去污水下水道系统，目前废水拢是排对凤山溪内。水利局表示，凤山溪沿岸家庭废水接管率敢若6成，还佫有5万多户也未接管。地处凤山溪有9成污染源是来自家庭废水。不过，里长认为，若是用污染源的严重性甲排水量来看，工厂的影响性较大。污染的情况，其实食品厂嘛有啦，即马皮革厂是较少啊，拢大部分拢是食品厂啊。
我们发现去年凤山溪长达4个月，从凤仁路富田桥到前镇6个车站，所有的河段呢都是中度的污染。过去我们与中央联手争取2亿元的水质改善工程，水利局应该善用相关设备，结合科技监控。白色的废水排入凤山溪，水面拢是白泡，这是去年11月车电动厂头排废水互查到的画面。有议员质疑，讲家庭废水侪爱接管，不过去年煞干那接4000外户，照安尼算，唔就爱14年接会完。尤其去年开2亿落去整治凤山溪，煞规年拢是重度污染，效率效果拢上歹。对此水利局表示，将会结合即时影像的监控来加强稽查。监测异常时，将异常水导致应变处理设施处理至符合污水纳管标准，再行排放到下水道内。水利局表示，凤山溪水头工厂这去年经费是针对工厂的部分设专管来查污水，送去凤山水资源中心处理。不过，局里长认为，因为废水处理成本高，工厂头排废水拢发唔惊，市府应该爱重罚才会当有效果。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郭永昌报道。昨中昼屏东内部呢有一台货车半路道火烧，着一台驶经过屏东客运，这驾驶和路边民众拢赶紧来斗拍火，着人家影片铺上网络，网友也学了这位驾驶热心的表现。你到底遐平去呢？无，我开一台3吨半的货车，车身起烟停伫路边，几来位民众手拢摕着灭火器，准备斗拍火。货车司机讲，初5中昼出门要载货，结果货车驶到内埔光明路开始起烟，烟愈冲愈大。拄好路过客运驾驶，甲路边金纸店的头家赶紧摕灭火器挖过来斗3工。引擎那个线路啦，线路被那个老鼠啊，老鼠呀，老鼠。摇罐你换了，他拿2只把我赶快拿2只，不过他那些沙类啦，相对来把它打开侧头，它喷水了。当事人足感谢斗3工的民众，尤其是屏东客运的驾驶，伊当咧走车，看到货车出状况，赶紧把客运驶到路边停，向车顶的旅客讲要去斗拍火，就摕灭火器落车。这个行为嘛，互网友学了，希望客运公司会当甲保障。有看到明我们驾驶员二话不说，就立即帮忙了。直到把那个明火灭掉，我们驾驶员才继续开往水门那边。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我们有立即处理，办签呈给上级知道这件事，当然一定会给这位驾驶员一个奖励。这名热心的客运驾驶姓刘，拢是走屏东往内埔水门的路线。因为客运公司每半年拢有做消防训练，伊当时看到就赶紧救火，落尾消防人员到现场接手，才总算把这件意外收煞。然后所以这台客运马上停下来，然后灭火器借我。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美国司法部用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4项罪名，甲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起诉，上严重一项关归4人。结果中昼呢，这马杜罗伊去互带到法院头一个开庭，伊是强调讲伊无犯法，依然是委内瑞拉总统。伫相机内底是马杜罗翁仔某，因对纽约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进入曼哈顿。马杜罗甲伊的看守穿加甲发的卡其小套装，感觉色的鞋仔、双脚拢磕开，搁来互转押去装甲车送去法院。这个路上警方设下真侪路障。法院附近的重要区域也禁止行人通行。高度戒备的议案，都是为着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头一届的审判。主审的法官是即马92岁海利斯坦。专门审恐怖主义、甲国安等等重大案件。根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马杜罗过去25年滥散利用公职，严重贪污，并且走私大量的毒品去美国，主要是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4项罪名。伊的看守嘛要面对走私阴谋罪等等侪项罪名。不过马杜罗甲伊的看守不得律师拢伫法庭坚持家己无罪。马杜罗佫讲家己有关是委内瑞拉的总统。Typically, the head of state can't be prosecuted. Now, an important caveat is it ha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as recogniz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法庭上，马杜罗翁仔某拢表示家己是防绑票来的。马杜罗做大量的笔记，不得律师是要求做医疗检查，因为美军抓人的时，伊的鼻仔骨可能有骨折，或者是严重的乌青。规个审判大约8点钟，后一场聆讯是3月17。I don't think there's a deal to be had in this cas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duro, given how defiant he was in court today and the fact that any plea
would effectively be a life sentence in federal pris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针对川普这场跨境的军事行动，28国的元首敢有违反国际法，还是联合国宪章？美国的法律专家表示，按算司法部会提出的观点是，美国对任何将毒品输入美国境内的人，拢有司法的管辖权，无论伊敢有美国籍。然而，马杜罗的律师普拉克捌担任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松奇的律师，伊讲会提出大量的文件应对法律的挑战。一般料准讲，马杜罗可能会以外国元首有刑事豁免权做理由，要求撤销对伊的指控。There's case law going back to the 1800s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said even if someone is unlawfully kidnapped and brou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long as the underlying indictment is valid and there's evidence to move forwar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ffect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s. 因为着防止非法的资产外流，瑞士联邦委员会也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冻结马杜罗伫瑞士境内所有资产，并且即时生效，有效期间是4年。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美军车衫去攻击委内瑞拉上界大的军事基地，在乌纳布掠到藏伫遐的马杜罗翁仔某。美国国防部长就表示讲，这个行动呢，美军是派别到200人、150只军机，也那美国方面是无人伤亡，甚至搁在呛讲这罗西亚的防空系统无啥作用。美军伫车衫毒袭委内瑞拉，逮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和因某弗罗雷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表示讲，这摆军事行动派出超过150架军机，而且伊佫讲出毒袭首都卡拉卡斯的具体人数。3 nights ago, in downtown Caracas in Venezuela, as nearly 200 of our greatest Americans went downtown in Caracas. Seems those Russian air defenses didn't quite work so well, did they? Downtown Caracas. And grabbed an indicted individual wanted by American justice in support of law enforcement without a single American killed, reestablishing deterrence. 马杜罗翁仔某上尾藏的地点，就是委内瑞拉境内上大的军事基地蒂乌纳堡，这嘛是美军的攻击目标之一。蒂乌纳堡毋但是国防部的所在地，内面阁有设军事学院，含会当地几千的士兵和眷属的宿舍。蒂乌纳堡的卫星相片风逼出来了后，和去年12月翕到的景象来比，伊的军事建筑和设备，会使讲是规个拢风暴甲歹去，已经变作废墟。除了马杜罗，美国总统川普嘛点名委内瑞拉隔壁的哥伦比亚总统裴佐，川普指控裴佐是卖毒的，佮讲这个南美洲国家是叛变甲真严重，互介意制作可卡因，而且去美国的有病的查甫人来统治，而且佫讲对哥伦比亚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主意听起来袂歹。对这批做是攻击川普的不当干预，除了要求川普停止诽谤，佫讲为着国家，伊将有可能佫一摆甲武器摕出来。另外，川普佫对准家己的厝边墨西哥，川普讲已经真侪摆向墨西哥总统徐恩保姆提出派遣美军来帮助打击毒品，徐恩保姆讲已经拒绝啦。Son formas de hablar del presidente Trump. Yo no creo en la invasión, no creo ni siquiera que sea algo que ellos lo estén tomando muy en serio. Pero nosotros lo manifestamos lo dijo él, varias veces en las llamadas que hemos tenido, han sido casi 14 llamadas, si mal no me acuerdo. Él en varias ocasiones ha insistido en que el ejército de Estados Unidos pueda ingresar a México. Nosotros hemos dicho que no.de manera muy firme。虽然保姆表示讲无相信美国会入侵墨西哥，但是伊嘛佫一摆重申墨西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来做主，绝对袂准别国来干涉内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1度到1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1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0度到19度，宜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了。